自后2025年4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友谊的黑暗面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23章第19、12节。全体议员拢徛起来，甲耶稣押去彼拉多面前。因就控告讲：阮有看到这个人伫威胁阮的民族，禁止人纳税予凯撒，佮自称是基督是王。彼拉多问耶稣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彼拉多就对遐个祭司长甲群众讲：我查袂出这个人有甚物罪。毋过因坚持讲，伊对加利利到遮，伫犹太全地教示人，煽动民众。彼拉多一个听到，就问看这个人是加利利人，也毋是。伊一个知耶稣属希律王的管辖，就甲伊送去希律遐。迄时希律本人嘛伫耶路撒冷。希律看到耶稣非常欢喜，因为伊捌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一直爱要见伊，佮毋望会当看到伊行神业。伊问耶稣真侪代志，耶稣拢无应伊。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徛起来，极力甲伊控告。希律甲伊的兵嘛甲伊侮辱、戏人，然后佮甲伊穿一领真水的长袍，才甲伊送转去予彼拉多。希律甲彼拉多本来有冤仇，伫迄一日煞变做朋友。友谊的黑暗面。耶稣受带到希律面前受审，伊保持沉默，任由希律和兵士调乱。这人为着甲伊取笑，替伊披一领华丽的长袍，踢笑耶稣自称是王的身份。耶稣的沉默无因为互希律无搁再感觉兴趣，所以甲耶稣转送去彼拉多遐。互人意外的是，希律甲彼拉多本来有冤仇，伫迄日煞变做朋友。两个人会当建立友谊，本来是好事，但是这段友谊的根基值得咱深思。希律是犹太地区的分封王，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地区。彼拉多是罗马派驻犹太地区的总督，负责犹太、撒玛利亚等所在的治理。两个人看起来若像彼此互相尊重对方，但是希律至少对罗马官员的权威心存不满，尤其当因干涉伤侪犹太地区事务的时。相对的，彼拉多身为外来政权的统治者，伊必须随时掌握治理地区内的动态，防止人民团结反叛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言喻的权力竞争。直到耶稣出现，打破这种张力。彼拉多出于政治考量，甲耶稣交互希律处置，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。经过伊查证，耶稣并无犯着甚物罪，伊无想要因为安尼惹上麻烦。希律和彼拉多同款，也无发现通判定耶稣犯罪的证据。根据第89、第90节的记载，耶稣一直保持沉默，也无行任何神迹。这可能互希律感觉失望，也是放心，因为确定耶稣并无亲像想象中遐尼厉害，佮袂对伊的统治构成威胁，
所以无必要做处理。耶稣虽然是加利利人，但是受领事件发生伫耶路撒冷，属伫彼拉多直接管辖区。检察希律无想要卷入敏感的宗教纠纷，就将即个大麻烦等转去互彼拉多。即个代志以后，希律和彼拉多成做朋友，因的友谊并毋是建立伫对彼此的理解，也是和解，反倒是伫共同参与一场无公义的审判顶面。伫咱的生活中，也常常看到类似场景，涉及个人、组织、大志、社会、国家，双方基于共同的好处，也是善意连结。当共同利益改变，也是善意消失，看若像和谐的关系往往也会变卦，这伫政治上特别明显。希律和彼拉多两人一来一往，甲耶稣送来送去，看起来袂似是彼此尊重、友好和解的行为，实际上却是出自各自的私利甲政治权谋。因明知真相是犹太宗教领袖击败耶稣的影响力，所以想要置耶稣于死地，却毋愿意为无辜者伸张正义，反倒助长迄群人的恶行。耶稣伫希律和彼拉多面前的沉默，拄好暴露出即两个人之间是虚假的友谊。默想，我甲别人之间的和好，是发自真诚是无？或者是为着短暂的利益，还是为着逃避责任？我甲别人之间的和好，是发自真诚是无？或者是为着短暂的利益，还是为着逃避责任？咱来祈祷，恩典的上帝，求你赏赐我智慧分辨真挚友谊甲虚假关系，搁帮助我伫面对无公义的时，会当勇敢为真理发声，毋是因为私利甲人妥协。愿圣神常常提醒我的心，爱相存公义甲慈爱，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